好啊，開始。我知咗啦。各位觀眾你哋好，今日咧我哋係想同大家講講呢個房市嘅救援案。喺呢個救援案裏邊咧，有900萬嘅屋主係將會受惠嘅。咁奧巴馬咧就已經通過呢個 Making Home Affordable 呢個計劃咧，係重新話佢用750億嘅貸款調整計劃，係會幫助300至400個面臨收屋嘅家庭，希望佢哋咧可以唔需要有 foreclosure，唔需要俾人收屋，而且咧係呢個按揭咧係會幫500萬個房主係融資改成為可以負擔到嘅定期貸款，合資格嘅人咧可以享受到5年而2厘嘅低息添㗎。記得如果大家係對呢一樣嘢有興趣嘅時候咧，請你哋 email 我 francis.ha@francis.yahoo.com， 我嘅電話號碼係415-517-1034，多謝你。